来继续来看台中捷运的绿线第一座的公共艺术《上水律动未来》正式来献光，要让乘客伫咧通勤或者是旅行的时阵，享受捷运的公共空间所带来的惊喜甲趣味。 大家做甲红布条约落来，欢喜迎接台中捷运绿线头一座公共艺术作品。我相信这样子的公共艺术，对未来在台湾甚至台中捷运绿线其他的各个站的公共艺术，都有一些承先启后的作用。这个作品叫做《上水律动未来》，用吊拐方式装它，让捷运站内底游客都能看到这件作品。啊，除了现场欣赏，民众更当用手机扫描 QR code 来看在地文化故事。 用手机扫描 QR code 播放在地的这个文史故事。台中捷运讲，这是公司头一个公共艺术，也是全台湾交通运输业头一摆由营运单位主办的。希望这个作品的在地性、艺术性和交流性，会当更加侪游客来这欣赏行道。 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